毋过伫即边，我想要特别指出白话字甲台语上重要的差别伫倒位。就是原则上，白话字是一个文字系统，台语是一个拼音方案。所以拼音方案甲文字系统到底差别伫倒位？咱来看即两本词典来解说一下吼。即边较大本叫做《实用台语词典》，伫即本内底，你会看到每一个词头前有一寡汉字，汉字就是即个词典的文字系统。你若想要学某一个汉字安怎读，汉字边仔即边有标记一个台语拼音，甲你解说即个汉字要安怎念出来。另外即边较细本叫做《台语白话小词典》，伫即本内底，你会看到每一个词头前有一寡拉丁字母，就是咱即马咧讨论的白话字。所以拉丁字母是即个词典的文字系统。你看到的拉丁字母就是白话字，嘛就是台语。